哎。打蛋打的对吧？但是人家就1人占半，他也行了。我听到来了。哎，昨天嘛。你这。你技能？看一眼。哦。自己可能心态还是有点那种。该打第2的时候，该打第2的时候，就是上不好的时候。他要比我强一点。这些都是好多圈子这个手锤打那个手锤拳击，拳头只100多吧，100左右。但是他那个手锤成绩好呀。我觉得肯定不行，他们那是9万，高中都是上到的，没上到9万的高。他其实他水平也不是不行。后头水平好像不行。上次像我。我觉得我们就这个他有机会赢。要干上了，第几局了？3局。结果。这边还是80万。对啊，哎呦！哦！打蛋打的对吧？但是人家就1人占半，他也行了。我听到来了。哎，昨天嘛，他不得好高了嘛。